毋过呢，为了着生死，嘛是爱来学啦吼，就看变咱放下，互伊看会开。其实呢，伫咱放下看开的当下，嘛就是咱要精进伫咱的迄个洗手食饭法。哦，安尼呢，对伫咱的心性上来讲起来，对伫修行来讲起来，咱会当建功立德。哦，未来要成就呢，当然嘛无困难吼。咱即马呢，来邀请第三位吼，咱对着先生，咱这位先生请以热烈的掌声因为我就是感觉讲心得分享呢真好啦，因为每一个人的见解。甲伊感受的即个道理，互伊的即个力量，伊伫修行学道内底呢，那么会当交大家做一个分享，做一个鼓励，让别人安怎认真，安怎咧修办，咱会当感受吼。建议各位点老师，各位青年代表，大家下午好。下午好。我唔来都有机会啦。本来今仔好汉吼，迄个官司太急的吼，我太太讲，一摆无去无要紧啦，好甲再有来呢，来到机会，对无？虽然是含慢讲，但是嘛爱学习。即个拄98年迁考以来，好汉拢有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讲。有班就爱尽量起来入，袂使害太。你有一届无入，我紧啦，一届无入，就第2摆哦。你第一摆拢放弃，第3摆就无力哩安尼。真正是安尼呢？若第一届有入，第2届嘛过入，一步一开下来有迄个趣味就来啊，兴趣。咱讲。多学习，多了解。咱电脑来讲讲都在日常当中，都不在不同呢，都在咱的日常当中去体验。咱听有无？相信大家拢听有。咱会当做偌济？咱又搁做偌济？咱有咧做无？我拢定来问咱家己的内心讲，咱到底有咧做无？讲起来真惭愧啦，真正惭愧，因为官司太严，咱搁一个初学者，你要讲对道理讲体悟甲外深真正有限。但是咧，经过讲师带咱分析，带咱自卑，互咱了解讲，原来就是，叫咱就爱心正，修身，坐工，咱今仔日，我就心正，咱前面下早咱就比讲，意若成，心就正。互我下早向我入来听到即句话，足欢喜。虽然是经典内底拢有写，但是经过咱前言的话，甲咱普及，咱的感受特别深。有一句话咧讲，无烦不想正，无胜还不胜。咱会敢听我即句话的意思无？真正啦，互我是歹势自我介绍者，互我是人道单位的代表出来学习的啦互我姓卢上口卢公用迄个光荣的荣，公营的营，五彩缤纷的纷因为虽然伫这个修学道当中，就是讲过去就是道场拢无咧行，就是拢传统需要顾条条，有较赢无较赢呢？啥讲无较赢？因为过去，我无伫佛堂咧学习，虽然真早就求着道68年就求着道若要讲年资30外年呢，对无？但是你无咧学，等于零呢。你咧学，一步一脚印，
咱互啊，较早是60外公斤，吼，啊乌乌啊，散散啊，啊乌无光啊，即马小可仔有咧光，安那？咱一贯道就是性、心一贯啊，吼，这是非常的殊胜呢。咱会当修身，吼，会当修咱的心，吼，会当互咱的自信恢复光明。吼，咱是恢复光明，咱本来就具有的啊。吼，咱人讲咱得到啥物，绝对拢无得到啥物，咱只就恢复固有尔。啊，你修啥物？修咱赤子之心。哦，咱就赤子之心，恢复赤子之心迄种单纯、善良、不思善不思恶迄种心境。啊，互啊讲来讲，无烦不养圣，哦，无圣还不圣，就是你讲安那呢？咱若讲一个有福缘的人，吼，咱有基督徒就是有福缘啦。啊，你圣事若无咧做，凡事拢白了工的啦。因为咱人较硬，毋值铁一块，互我做铁起诶。讲咱若做好得啊，咱会当做甲偌好，无一个标准啦。咱一间厝若要起，一定要有一条基准线，对毋对？你要所有诶角度，要偏几度，就是要有即条基准线诶设计，有无？基准线一定要有拍一个十字嘛。啊，你十字就是讲咱诶自性啊。你所有诶就是爱以这做根本。你才有才去发挥，你才袂去互放弃。只要你放弃，你就知影讲回转到即个本位，就即个根本，即个实质点诶所在，咱民主才能指诶所在。啊，互啊啥要讲无往不扬善呢？就是讲你敢若做，无你行啊，无你了愿啊，啊无你了愿，人讲有一句话讲，再拿寒水了5工啊。因为咱是生源而来啊，哦，重点是讲咱生源而来，咱有愿力来呢，咱毋是要来遐佚佗的呢，哦，足紧张的，伊出去。啊，学校吼，过还袂过踏入道中的时阵哦，有一个念头啊，因为学校24月1日上帝。很不该练啦，是安那我若安尼小小的年纪，当少年，24月1就受伤，啊，我是有在活到几岁啦？迄阵仔的愿吼，就是讲，互我若有在活过超过50，一定爱踏出即个修办道当中，因为互我68岁就求着道啊，知影即道嘛，所以早就找着即个种子啊，只是掂落拢无压水。连米补拢无补，拢无补个啊！啊，伫即个学习当中，佫找着下遐压水，即马吼，互我太太，吼，伊嘛做咧清口，啊，佫来者咱个囡仔，吼，这是互我个愿啦，吼，囡仔虽然爱袂，但是咱好好做，吼，用咱以身作则，互因去感受。咱讲多华家庭嘛。倒话家就是讲咱做互囡仔看，毋是安怎教伊安怎，是咱做互伊看，伊就自然学嘛，迄自然诶啊，对无？啊，是安怎讲？过去就是讲，干那做，无咧行嘛。啊，人较毋知听一句，就是讲93年，一间工厂好好，又会收伊，几年。这10年的心血，我会乌有。是安那安尼？因为咱爱记你一句话，上天若要用你哦，迄一句也较知啦，无头我都毋知啦。上天若要用你，一定甲你考，看你的心，你坚持的心到啥物途，到啥物程度？你对道有坚持无？真正是安尼呢？互我要清考98年，敢8月28要清考，98年的8月28进前迄个8月21迄天，哦无毋是，
98年8月27迄天拜六，咱哪一个要请假呢？啊，一个囡仔，咱暗时咧掠迄个线，咱就互我咧做铁柱嘛吼，咱爱掠迄个基本线、十字线。啊，互我一个囡仔伫咧爬楼梯咧拉梯啊，4米外悬，楼外悬。用啊重心无稳，我冰一个，咱互啊，咱毋知要安怎用三宝吗？袂有嘛。咱干那知影讲目睭一直看，用咱的精神一直看，目睭要去集中咱的集中咱的眼神哦，注意力去来看，看到咧伊是安怎摔落来。做看我着来斗辅助一下无。结果安尼冰一下，搁冰一下，安怎冰伊就人拉落来，就手仔在咧爬杆安尼拉落来，落到家家尔跳来，拢无安怎4米外悬呢。哦，我讲真正天伦殊地啊！咱有迄个成员，天会助咱呢，真正天会助咱。啊，所以讲吼，直接要讲最重点就是要讲，咱爱重视kind愿，吼，咱爱重视kind愿，重视kind愿就是讲，圣事若爱做，凡事嘛爱做，但是咧，你做圣事做几分，凡事做几分，咱家己爱去拿捏啦，吼，爱去准则，但是袂使放弃。讲你自拍，吼，自拍慢，吼，不怕赞，今仔日就请你啊，自拍。哦，不怕赞，不怕慢啦，吼，只要咱若有咧做，吼，早晚一定会到，吼，迄个国家参珠珠啦，迄个，这心得的部分就是安尼样子，道理讲会当去传啦，吼，若讲了无，咱各位前的代表吼，互我多多支持吼，最后祝咱前的代表圣愿双修，吼，万事顺心，多谢各位。就包括呢，伊伫修行谈道呢，那么伊一个真正的一个力量，嘛互咱一个真好头发的一个榜样啦，吼，伊对道呢遮尔坚持，那么当然啦，伊感觉讲，若一届无出来呢，有可能有第二届，所以讲呢，会当出来，咱尽量出来。哦，出来了后，咱会有第二届。因为安怎讲呢？咱一定会去弘扬。哦，所以讲呢，这浅显呢，会使讲伊的理念非常的正确。那么伊对道的真心呢，拢逐日互法去家己做一个效法啦。哦，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好势蛮去耽误吼。最后呢，祝咱各位前贤大德会当幸运如意，咱身体健康，咱的道路会当方便以上。大众平时，感谢助理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很感谢咱助理甲咱主持的心得分享下面咱就来恭请着咱有点人师来甲咱做这个闭班的致辞。